那傳譯嘅好消息本是個聽，在呢個羅馬書第11節按樣人講到，一個經書講係咪人相信耶穌得到救，係咪人相信耶穌唔會得到勝利，意思是個得救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唔會定處罰。羅馬書第12節按樣人講到，因為到冇分別。係乜嘅人都好，阿生人類，因為到理解上帝，就係本隆重人世界嘅上帝，隆重人相信佢嘅上帝，隆重人求佢嘅上帝，就係朝天朝地嘅上帝。即刻登山去簽嘅誤導，因為上帝靈透過一個愛恩體嘅女世間出世，按到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人係佢復活，理解上帝。治療復活，呢上帝是個認識到嚟，因為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。嗱，羅馬書10第13節按樣人講到，係咪人死嘅，係咪人相信嘅得救？嗱，這兩人是個相信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相信耶穌基督，等於是個相信朝天朝地嘅上帝。但係呢，因為嘅上帝靈來出世，變出有肉身，佢按到耶穌基督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，係一救主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在人類世間呢樣幾十年光景，即個日後離開咗世間，即個嘅靈唔好死，靈都係永久嘅生，即個出喺上帝裏面，日後即個將得到一個恩典，將轉得到上帝嘅身邊，這樣即個係信任耶穌基督做個上帝。阿門。